不少老友慨嘆，大家時常探討同一個問題：人步入晚年，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嘅幸福？很多人一輩子被一套固有觀念束縛，勤力打拼積，禮身家，用心養育子女，心中默認話老去，自然有兒孫侍奉左右，安享天倫，行走江湖數十載，見過無數長者跌宕際遇。我想講一句最實在的真話：人生後半段，從來不是名下活業價值全捆，數字多寡，而是你能不能活得自在，天天守住屬於自己嘅尊嚴。坊間最大嘅誤區，便是盲目信奉養兒防老，或者將全副身家往後數十年嘅生活寄託，全數壓在子女身上，以為用心養大孩子，年老自然有人依靠，到頭嚟期待慢慢轉化為失望，不知不覺交出人生全部主導權。晚年大換屬於收運階段，最忌身主無依，一味向外依附他人，想要晚年少煩憂，首要功課便是學會自立，拼盡全力守住自身尊嚴。堂叔一波三折的經柳，喜樂之間盡是人情真相，值得所有朋友細細反思。堂叔今年74歲，年輕之時是印刷製版老仇藝人，長年和工具油墨打交道，骨頭硬。嚟高傲老伴早早離開，他獨自居住在深水埗一幢43年樓齡嘅舊唐樓，一住便是漫長歲月。那段獨居時光在外人眼中或許顯得冷清，堂叔一生之中最踏實、最有底氣嘅日子，每日天光便起身落街飲茶，近時拿出舊製版工具做點手工消磨時間，午後到公園同老友下棋，傍晚滾一碗及第粥，音機靜靜聽粵曲。日子平淡，沒有兒孫擾室的熱鬧，可大小事務全部由自己話事。想早出晚歸，想食清淡白粥，抑或係重口味小菜。沒有人自悔，不必遷就任何人。尚未醒悟，這份不受管束的自由，正是晚年千金難換的珍寶。平靜歲月被一場意外徹底打破。某個深夜，堂叔在客廳不慎滑倒，重重跌落在地屋內，只有自己一人，無門，獨自躺在地板煎熬許久，等到鄰居聽見動靜上前相助。那一晚，他真切體會衰老帶來的無力與恐懼，肉身一旦失去掌控，獨居彷彿處處潛藏風險。名子女得知意外之後，出於一片孝心勸說堂叔賣掉深水埗承載半生回憶的唐樓，輪流前往兩個子女家中居住。兒子偉強是建築師，定居九龍塘豪宅。敏住在荃灣小型單位，一家人生活安穩。堂叔猶豫許久，心底始終存有一絲期盼，盼望感受兒孫環繞的暖意。最終下定決心賣掉舊唐樓，大額售樓款妥善存放，行李搬進兒子家中。嗰個時候，他滿心憧憬，以為從此脫離獨居的不安，安穩享受天倫，卻不知道踏入子女家門一刻，屬於自己生活的主導權正在一點一滴流失之下，兩代人數10年養成嘅生活差異，很快衍生無數摩擦。飲食習慣首當其衝，媳婦思琪嫌棄堂叔時常煮白粥，屋內延漫老人家氣味，長期食用全麥麵包柳。堂叔堅持數10年嘅飲食喜好，輕易便被否定作息矛盾，愈發難以調和落墮。堂叔習慣清晨早起，走動以利打擾年輕人週末補覺，久而久之，隨意走出房間，大部分時間困在盧小豬房之內，驚嚇想要打開電視觀看舊粵語長片，客廳音樂長期被英美劇集佔據，唯有躲在房內，依靠細小手機屏幕勉強觀影。來的刺痛更是揮之不去，屋內電費管理費逐年上漲，媳婦不時在言語之間提起開支壓力。堂叔深知自己寄人牒下，主動取出4個萬元補貼家用，份心意能夠換來體諒，之在旁人眼中僅僅是繳納租金換取繼續居住嘅資格。真正壓垮堂叔心理防線的是3節當晚嘅家宴，一眾親友齊聚客廳，暗中說笑，稱堂叔是屋內廢電的鎮宅長輩。自偉強站在一旁，唯有審價陪笑，沒有半句為父嘅話語。那一劇，堂叔尊嚴徹底崩塌，猛然察覺，在這棟豪宅之中，不過是持續消耗開支嘅擺設。
看似一家人同住，實質上自始至終都係外人，無法繼續逗留。堂叔轉而投奔女兒慧敏，遷入荃灣傲小單位。有啲在兒子家中的前車之囊，作出強烈的補償心理，害怕被視作白食白住的奸人，幾乎包攬全部家務，每日外出買菜、烹煮、三餐接送外孫放學，全屋打掃，不停勞作，企圖依靠付出換取容身之地。盾依舊接踵而至，女婿阿榮慢慢將堂叔所有辛勞事作理所。當然單位空間狹窄，完全沒有私人隱私，一舉一動都暴露在旁人目光之下，最終決裂的導火索。叔與外孫相繼染病，屋內空間有限，病喊管難以分隔。女婿既要照料患病孩童，又擔憂耽誤日程工作，情緒徹底爆發，當面責怪立父子，他是家中最大麻煩。的病毒源頭深夜，堂叔躺在房間，清晰聽見女兒與女婿因為自己爆發激切爭吵。這刻他猛然醒悟，自己繼續留下，只會持續磨損女兒的婚姻，無法擺脫的負擔，再多無償付出都抹平不了客觀存在嘅隔果。鐵底心寒之後，堂叔沒有爭執吵鬧，僅僅留下一張字條拖着，簡單行李箱默默離開女兒居所。新旺角一間陳舊賓館，關上賓館房門，獨自蜷縮在被窩之中，數十年委屈無奈一併湧上心頭，忍不住放聲痛哭。大半輩子依靠手藝自力更生，從未養人備息，依靠子女，最後落得無處安身。關鍵之時，舊搭檔阿松尋到賓館，帶來一碗滾坑熱粥，一番話點醒陷入迷惘的堂叔。人到晚年，千祈唔可以掉低兩樣嘢，屬於自己嘅屋，一份屬於自己嘅底氣。這句說話道盡晚年安身立命嘅根本。玄學常講，宅為人之本，居所便是自身氣場在體，才為養命之源。按到自主調動嘅積蓄，才不會受制於旁人。一旦兩樣東西盡數放棄，只能任由周遭環境牽制，尊嚴自然無從談起。受老友啟發，堂叔不再執着依附子女，留之後剩餘款項，在屯門挑選一間300多呢採光充足嘅一室一廳二手單位，單位面積不大，卻完完全全歸屬自己。他親自動手重新抖擦牆面多年嘅製版工具，安放老伴舊相片，踏入這間小屋，所有支配權重新回歸自身。想開窗透氣，想煮一碗白粥，想整日播放粵曲，冇人監視，同獲不受打擾的安寧，不用限人臉色，不必刻意討好任何人。這便是晚年第一大歸宿，獨立的居住空間。無論單位大小，只要主權歸屬自己，屋宇之中最穩固嘅避風港，解決肉身安身之處，還需要安放靈魂嘅精神歸宿。長期困在負面情緒當中，人很容易自我封閉。堂叔主動走出家門，活動中心、手工班與粵曲社，慢慢結識一班同齡好友，當中有退休教士、工程師、手藝人。大家相聚之時，不攀比子女成就，退休金厚薄，為分享日常喜好，不用提防言語之間的刺。後嚟街坊周伯前來求助，希望修復家傳4代嘅木刻牌匾。堂叔花費整整10日用心修竄，古老工藝重繁光彩。呢一刻，作為手藝人獨有的價值感與尊嚴，經暇之餘參與社區義工，在幫助他人嘅過程之中，擺脫別人負擔的標籤，尋回屬於自己嘅人生定位。居所托住肉身，抱與知己安放心神，兩者兼備，晚年才不至於空虛無依。生活重回正軌之後，堂叔放下從前職位的怨恨，主動聯絡偉強與慧敏，坦誠告知近況。此刻的他不負任何子女，不必期盼他人提供容身之所，心態從容平和。距離拉開之後，親子關係迎來重大轉機。每逢週末，子女帶上孫輩前來屯門小屋探望，不用背負長期照料的沉重壓力，堂叔亦不用卑微討好，雙方平等相處。平日各自生活，慳時相聚吃一頓飯，言談之間多了敬重，少了摩擦。明白遠鄉近湊的道理，親情亦是如此。同一屋檐之下，所有生活缺點無處隱藏，小事極易滋生怨氣。保持適當距離，保留私人空間，
諗住親情最溫柔美好嘅模樣，回看堂叔完整際遇，我哋可以歸納出晚年4大醒悟，值得每一個人好好銘記心中。第一，愛惜自己，拒絕無條件的過度奉獻，為謀生養育家庭不停打拼，耗盡心力。踏入老年階段，理所應當轉換重心，為自己而活，不必為成全子女犧牲自身安寧，冇止境付出，只會被視作理所當然。一旦某天無法持續付出，矛盾隨之爆發，命格之中一味向外泄後元氣，自身氣場持續衰弱，煩惱病痛接踵而至。第二，物質經濟與居所兩大底氣，一定要為自己留下一間能夠遮風擋雨、自主支配嘅房子，留存一筆足夠應對突發狀況嘅積蓄，不要輕易將物業轉名存款全數交由子女保管。俾鎖匙維持長者尊嚴最實在的屏障，手裏面有底氣，心中不慌張，遇事不用低聲下氣向旁人求助。很多長者到老才醒悟，拱手交出資產，等於親手放棄談判的資本，建獨立完整嘅精神世界。培養一兩個真心喜愛的興趣，結交3、5知心老友，千萬不要將全部快樂寄託在後輩身上。子女有自身嘅生活壓力，能永遠承接你的情愫。倘若精神世界一片空虛，只能依靠別人陪伴，排解寂寞，遲早陷入患得患失的煎熬。外在的陪伴隨時可能消散內心的寄託，只能自己親手建立。一面推牆維持人際界限最好的親子關係，向來是彼此獨立、互相扶持，而非一方全然依附另一方。牢記遠鄉近湊，守住適當距離，守年輕夫妻家事，不長期共居一室，方能讓親情長久保溫。親密不等同於毫無邊界，不分你我，往往就是矛盾的開端。玄學之中，晚年運講求一個守字，身氣場，守住物業財富，守住精神清靜。很多長者一輩子聽信養兒防老，將所有籌碼壓在子女身上，等到年薄方才醒悟，世上最可靠嘅人永遠是自己。有心是難得福分，卻不能當作必然依靠。親情值得珍惜，但不能拿尊嚴作為交換條件。有人會提出疑問，難道不應該相信子女嗎？我從來不否定世間存在孝順晚輩，因為人成長環境、價值觀念截然不同，各自背負生活壓力，同住催生嘅生活衝突，很多時候學孝與不孝無關，只是人與人天然存在邊界，距離適中，大家可以和睦親人。共居再深厚情誼，亦容易被日常聯事慢慢磨損堂叔。從獨居自在到寄人籬下受盡委屈，再到重新置業重建精神生活，兜兜轉轉走了一大段彎路，並帶給所有人清晰啟示。晚年最大福氣不是兒孫滿堂的熱鬧，而是你永遠手握選擇的權利。想要獨居便有安身小屋，想要外出散心便有餘錢周轉。獨處不受打擾，想要相聚親友亦有從容心境，不必看人臉色，不用委屈遷就自在體面，便是人生下半段最高級嘅幸福。亦有不少人誤會自立便是消極避世，都不去任何人都不見，事實並非如此。懂得分辨敗異，主動遠離消耗是清醒取捨。遇上舒心旅途投緣知己，鬆弛相聚，大可坦然接納。但從來不是封閉自我，而是不再被動承受一切損耗。時間有限，心神珍貴，應當留給能夠滋養自己嘅人與事，而非耗費在無休止煎熬之中。人情世上，輩子活在旁人眼光之中。年輕時遷就上司、家人、親友，勉強自己適應各式各樣的敗壞。踏入晚年，本應卸下重擔，不守人依舊放不下，攀比面子、人情包袱。看見別人兒孫同住便心生羨慕，聽聞旁人的養老方式便盲目效仿，硬生生把晚年日子過得擁擠地疲練。每個人命格不同，機緣各異，適合他人嘅道路照搬過嚟，未必合適自己。然如同浮塵，過分在意便是主動吸納雜殺，擾亂內心平和。晚年的自在，從來不需要所有人認同旁人如何議論，只是旁人執念，不必盡數收納進自己心中。於自己嘅小屋，握好應急積蓄，經營精神喜好，維繫有邊界嘅親情，不急不躁，從容度日。
倘若這番分享能夠令你有所反思，不妨轉發給身邊同齡朋友。步入暮年之人，及早看清人情底理，守住居所與底氣，經營屬於自己嘅精神天地，把握好人與人之間分寸，不必向外苦苦尋求依靠，自足自立，安穩度過往後歲月，日心安，少煩少惱。